咩啊？你講嗰啲咩人啊？舊嗬？既然我一冇開播嘅時候，三更半夜冇去睡覺，依家10點幾鐘我冇睡覺喎。你看等到妹妹去嘅，連着在這裡來玩那個親子遊戲咯，唔使睡覺的。對的。我本身想講食兩粒殼去睡覺嘅，但係我個牙太痛啦，冇敢食，驚甜甜個。但係又早啲痛痛來個，冇識點嘅好。因為我本身我又去嗰啲咩啲地方攞嗰啲治牙痛嗰啲藥嚟食，所以我都係懶隻算嚟，俾兩粒佢哋食。我食啦哇！你幾時食咧？我唔知啊。冇啊，頭啲妹唔係俾糖果佢食嘛，係俾糖果嘛，係啊，妹俾糖果你食啊。老妹一粒，你兩粒。攞佢哋食完，我去準備刷牙睡覺咯。嗱，嗰隻駝奶高鈣片啊，你大家又可以去拍單我去食啊。佢嘅含鈣量好高個，佢每100克含鈣量係8400毫克嘅喎，佢冇含蔗糖㗎嚇，而且佢係老品牌嚟個，草珊瑚老品牌，中國人民保險承保個，知道嗎？然之後呢，佢每一隻都有嗰隻嘅獨立防偽識別碼個，你大家可以掃收到貨可以掃嗰隻嘅防偽識別碼嚇，掃個二維碼可以查明佢個咩㗎嚇，佢每一瓶嘅含量呢就係100粒啊，而且佢嗰隻係3歲以上嘅兒童嘅青少年都可以食個，好似我哋咁嘅年紀嗬，上咗年紀個40幾歲嘅同埋你哋爸爸媽媽啊年紀稍微大啲啊，鈣質好容易流失啊，都可以去食。好似小朋友講啊，依家春天到啦嗬，啲都係慢慢生長嘅時候咧，小朋友都適量咁去食啲鈣係比較好嘅，知道冇咯？以前冇有咁抵嘅喎，依家好抵喎，49蚊9紙有6瓶喎，大家可以拍單我去俾小朋友啊，同埋俾爸爸媽媽食啊，你哋可以食啊，就3歲以上嘅都可以去食嘅，大家可以適當嘅食啲鈣嚇，每年都應該要食啲鈣先得嘅喎。我係準備刷牙睡覺啦，留俾你哋食嘅，想睡嘛？冇睡的。冇睡。在這裡玩這個，好，沖涼睡覺咯。